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3月31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国内新增加6个境外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嘛宣布 AG 预防社扩大注射对象。NCC 伫头端2点的时有开记者会，宣布花市会当放伫57台。美国国务院公布上新的人权报告，点名中国伫新疆针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今仔日咱国内有新增加6个境外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因为 AG 预防社已经自1礼拜外才自万通人，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自后礼拜4月初6开始，咱国内所有病院、诊所、医护人员也是其他员工，拢总下资格通自预防社。来听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上盖新的说明。我们有6例境外移入的案例从美国、缅甸、印尼、伊索比亚及孟加拉。4月6日起，我们就扩大接种的对象。第1类医事人员的第3类这边有76000人。然后应变医院、责任医院、其他的医院、诊所、其他医事机构执登的人员。总共大概差不多22万多，那这些我们都是在4月6号开始可以来打疫苗。而且伫立法院的卫生环境委员会有立委嘛建议，会当比较韩国、日本提供预防社的疫苗价，民众注射若是无爽快，会使休困来增加注预防社的意愿。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因已经有甲劳动部咧参详咧讨论，这2天劳动部就会对外公布规划方向。国内自新冠 AG 疫苗进入第2礼拜，人数总算超过1万人。第一线医护人员做的速度较慢，外界烦恼。第批码11.7万剂，恐惊无法度伫3个月有效期限内做完。有立委建议，应比较附近的韩国、日本，提供疫苗价，让民众应安心去做疫苗，增加诱因。为什么就不要直接大方一点？就是说，好，你们就是有几天的这个接种疫苗的疫苗价嘞？那我想在相关的假期，我们要尊重这劳动部，他们考虑会比较全方位。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相关假期制定尊重劳动部，双方也在讨论。劳动部这2天会向指挥中心提出规划方向。另外，对国际之间变种病毒的滚价，英国这国家正在研发新的改良疫苗。陈时中透露，台湾也加速第2代国产疫苗研发，来对付变种病毒。根据科学的证据，也会做这样的一个考量。那也希望在国内的疫苗生产之后，能够自己有相关的一个针对变异性病毒的一个研发的能力。陈时中强调，新冠病毒变种是伫科学家的料想当中，未来也一定有真侪变化，爱平常心看待，爱将问题一一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保护海草大的公投已经成案，发起公投的潘中正甲环保团体加强8个人，下早也是专工去农委会甲主委陈吉中见面，头拄啊会谈才结束。双方针对减少烧土炭、降低空气污染、保护海草大，在因拢认同，也毋过双方并无达成共识。干潮线退潮最底线的往外5公里的范围，那只要是这个范围呢之外，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谈。我们也期待呢国家的能源政策呢可以更有效率的进行，而不是呢一个急就章的方式，最后呢反而是贻害了我们未来的能源转型。3阶推出我们这个我们见面完之后，我们在那个会后说明。在进入农委会进前，潘中正有接受媒体访问，伊强调，只要是第3天然气接收站刷走，只要下这个前提、下这个条件，啥物物件拢好参详，拢好讲。潘中正嘛强调讲，伊呼吁政府爱举办一场听证会，因为这关系到咱未来国家的发展。双方是讲2点钟有共同的看法，也毋过并无共识。潘中正嘛讲，伊希望会当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嘛要求陈吉仲甲其他相关的部会讲因无可能互烧头，嘛无可能互烧掉。
高雄的空气品质一直拢无好，今年4月14日儿童节，环保团体要伫高雄举办游行，伊嘛呼吁市长陈其迈爱照片照行，实现选举的政策，重视空气污染对健康的伤害，尤其是对囡仔人的伤害，一定要提出办法来改善高雄的空污。停机除役，新达停机除役，中钢减少高炉。环保团体3月1号透早伫个高雄市政府门口发口号，高雄空气品质当年无好，最近竟是定死，竟是灯号，互环团烦恼囡仔的健康，决定4月4号搁一摆就街游行，提出包括林园石化减税减楼顶6个在地诉求。新达煤电应该要停机除役，那中钢应该要减少1座炼焦高炉，然后大社要降边产业转型，那校园应该要有空气清净机，然后以及那个空气应变办法的门槛应该要降低。高雄在地环团对2015年开始，每当儿童节拢会办空污游行。环团表示，这几天确实有看到市府真拍拼伫气味减碳，但希望脚步会当得加紧，因为囡仔的健康袂使等。囡仔足可怜的，要出来佚佗，爱去看一个空污，爱去看 AQI。他要出来玩，他要出来跑的话，要看 AQI 能不能出来。过程中，我们都讨论的包含了这次的几大诉求，我们都有列入讨论。那我们也积极的去办理。那其中像新达电厂，我们也去要求说秋冬季节停2部机组外，另外2部也要求要降载到50%以下。除了6个在地诉求，环团嘛希望政府会当提出立即的行政，减碳改善空污，以空污严重的中南部为优先。希望2032年会当实现无煤高雄，2050年会当实现净零碳排，幸福民众清气的空气。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最近按4月7日开始，中部一寡所在就要开始实施分区限水。台中市政府即马有开放6大水资源回收中心，提供予民众抑个靠近园区来使用。中科即马是表示，目前园区内底水的回收率有85%，利用回收水再利用，即马对欠水的影响冇变较细。民众排队来提水，这拢是来自水资源中心的再生水，虽然袂使摕来啉或者是洗分丝，不过是会使用来应付生活使用。现在这回收水，嘛成为科技园区抢相利用的水源之一。富士台中活水新力。台中市长罗秀燕甲中科的厂商签订用水契约，利用水资源中心的再生水，提供予工业以及科技产业来使用。罗秀燕表示，台中市有6个水资源回收中心，总计一届会使提供10.5万吨的再生水，成为开源之一。境内的厂商大量使用这些再生水，然后呢，他们就可以节约使用自来水，那省下的自来水呢，就可以提供民众来使用哈。15%的一个节水率来讲，我们应该是供体时间应该不至于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厂商的部分，他们也会来做一个最坏的一个打算，最坏的打算就是说制程可以做一个调整。中科管理局表示，虽然目前水情真严峻，不过各个厂商拢有上少2天的备源水，加上园区的用水回收率就有8%，其中敢若是油达就会使达到5%的回收率，减少制定的水资源浪费，互自来水会使使用伫民生的用途。不过到即马水情还是无乐观，水利署表示，还是要做好长期抗震的准备。展望4月，也许降雨是偏少的，分区轮流供水的这个准备的这个作业我们密切的跟地方政府一起在合作，不管是从水车的调度，甚至还调度说国军来支援。水利署表示，希望将水库供水时程来预到5月底，嘛只是伫找浮流水以及水井等等的替代水源，利用速度来分区限水。市政府甲水公司嘛安排400个储水点，以及52个工地放流水来免费使用，希望会使度过这次的限水。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关心去年通讯机场有向美国申请美国境外通关，也毋过无效无实。伫顶礼拜有9位美国参议员同齐发声，支持咱台湾设立美国境外通关。虽讲即马有美国参议员支持，也毋过要成做一段政策，即马还佫有一段路。桃园机场去年9月向美国海关甲边境保卫局申请美国境外通关，到3月底也无结果。也毋过，第2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皮特斯等9位跨党派参众议员联名签署，予美国海关边境保卫局支持台湾设立美国境外通关。
资料批指出，伫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设立美国境外入境新闸点，将强化美台关系。台湾是后一个美国境外入境新闸点的上好选择。印太地区是美国经济关键区，桃园国际机场目前有非常多直飞美国的航班，也是亚洲一大转运站。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友人支持提升台美关系以及边境的安全合作。外交部表示，目前此案由 CBP 新校长甲美国相关单位沟通的管道畅通，将密切掌握申请进展。若讲台美达成境外通关计划，台湾桃园机场将加做亚太地区美国第一个境外入境新闸点，去美国的旅客拢会当伫桃园机场完成赴美入境检查。学者分析，这将吸引大批亚洲旅客到桃园机场转机，或许会吸引一些转机的旅客，所以这个旅客的成长，万一超过预期的话，对桃园机场的管理、对未来的扩充，都会有一些影响，凸显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交通枢纽，但是也必须认知，这个只是一个议员们联署的一个提案，要成为实际上面美国行政部门的决策，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桃园机场第3航站工程已经发包，完工了后，机场的总运量将达到7700万人次。交通学者黄泰林指出，若未来旅客超过容量上限，桃园机场也应该考虑后续软硬体扩充。外交学者黄介正指出，在当前美中强权竞争之下，台湾政府也应该审慎评估台美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美国进行只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引起中国不满，专出动20架战机飞来咱的西南空域。中国国台办今日阁表示，解放军在维护国家主权甲领土完整在进行训练，这是史上的代志。伊嘛更告讲，台美关系深化合作，受害上深上大的是台湾家己。OK, thumbs up。台美顶礼拜签署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方解图是反制中国海警法，引起中国不满。定地出动20架次战机进抵咱国西南空域，是最近上大规模的绕台行动。台海情势再度升悬，中国国台办主管网站中国台湾网就讲，中共军机绕台甲美台升级军事合作，挑战中国底海有关系。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相关的演训活动是天经地义的，给岛内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最终呢，利益受损最大的只会是台湾。中国台湾网强调，组织美台军事合作需要自即马开始一直加大对台施加军事压力，反制美台军事合作走向台面化、当面化的趋势。中国文武恐吓拢总来，国台办警告受害上大的是台湾。此外，美国前总统川普伫卸任前送上大礼，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外界关注拜登就任了后，政策敢是会大转变。也毋过，金融时报报道，拜登将重新发布对台交往准则，鼓励美台官员交流。民进党当局呢，长期不择手段地拉拢美国一些议员来炮制各种的涉台议案，为其台独的图谋服务。这种勾当呢，迟早是要失败的。大张旗鼓的弄嘛，那么现在好像变成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他们担心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将来会不会很多事情也这样弄。拜登政府展现对中国立场的强硬态度，美国两党参议员顶日重新提起台湾关系强化法案，被透过和 AIT 处长比较大势任命的听书，多方提升美台关系。对此，国台办要求美国妥善处理，警告台湾诱惑美国参议员投票台独的失败。记者综合报道。有媒体曝光，江景怡甲汉平科技共同投资的公司汉新科技，伫今年2月份解散了后，规定人随去中国开新的公司。台湾所研发独家的技术嘛，哪亲像互炸去。江景院长是讲技术有收到转来啊，那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迄当时的技术拢是较早期的专利。也毋过立委对官员即款讲法真生气，批评拢规碗互捧去啊，煞搁咧自我安慰。
中国一直学台湾半导体人才，号称有碳化锡技术的江兴义上强独角兽汉芯科技，竟然伫台湾解散了后，做伫对华互换，成立上海汉芯。台湾研发独家技术，互对华测取，引起外界震撼。不过，江兴义院长刘文雄表示，经过比对了后，并无侵犯的事实。我们当年让给他的技术专利已经收回，比对的结果，那些专利完全没有侵犯的事实。江兴义上强独角兽一年把变重资，立委认为关键技术和红色供应链测取已经是国安危机。刘文雄强调，已经将当年转让技术收回，假使有任何违法，江兴义绝对袂宽容。王美花也讲。汉芯家己要申请真值专利，经过比对调查是无共款的技术。工研院当时寄转给他的是比较前期的一个专利，初步做一个比对是不太一样的技术了。自己安慰自己说啊，还好啦，我的技术没有被侵犯啦。那整体台湾的半导体其实是岌岌可危。另外，将对中资恶意讹人，有立委建议应该受公司法，已经过些法令条文，应该要严格防堵。防范台湾的 IC 设计人才的外流，是否严拟公司法的修法，强制的揭露最终的受益人？上市公司的这个透明的部分，那这个已经修进去了。中小型的公司，它非常多是家族企业等等。江兴义表示，汉芯事件予台湾一个警讯，即马要对核心专利积极追踪。另外，防堵方面，除了爱法人完全遵守政府法规，内部也有一寡规范，包含人员保密规定、工作人员履职备忘录等，会更较严格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新疆棉仔的议题，这是引起国际社会关心。美国国务院伫30日时对外公布上新的人权报告，点名中国伫新疆针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的灭绝。联合国嘛表示讲，因当咧甲中国参详，希望互联合国的人权官员会当去新疆了解实际状况。美国国务院布林肯30日针对美国国务院公布2020年人权报告强调，全球人权状况恶化，正走向错误的方向。佮点名中国伫新疆牵涉的种族灭绝的行为。We see it in the genocide being committed against the predominantly Muslim Uyghurs and othe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in Xinjiang. 新疆人权议题过去一礼拜爆发新疆棉，疑似牵涉强迫劳动，引起全球关心，佮互中美关系搁一摆冲突。美国国务院30日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局除了将超过100万名维吾尔甲其他少数民族送去集中营以外，另外还有200万人伫即时接受所谓再教育的培训。布林肯对新疆问题态度明显倾斜，前任国务卿蓬佩奥定调，中国伫新疆做种族灭绝，甲违反人类罪讲法。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进行接受加拿大媒体访问的时阵也透露，这甲北京当局交涉，希望因互人权机构无限制去新疆做轰炸，实际了解当地人权状况。Given that China i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ough,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it actually will happen? Well, as I said, China has affirmed that and reaffirmed to me in several occasions that they want that mission to take place. For us, it's important for the mission to take place to be a mission that has unlimited access to what the Human Rights High Commissioner want to visit. 除了新疆议题以外，报告也指出，中国和曾报道武汉疫情的4名公民记者被失踪，加官方对立的学者也遭到骚扰。香港通过国安法了后，警察滥权艰苦打压言论自由。国院的报告包含将近200国家的人权状况，当中也有讲到俄国政府涉嫌毒杀，各关押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甲对缅甸政变了后，军方粗残镇压民众的残忍手段，拢有强烈的谴责。公视新闻警员庆评报。那美国的纽约是发生一个65岁阿的负责人伫大路轰站轰南当伤送病院。喊过的是，附近的大楼监视器唔但翕到拍人的过程，嘛看到过路人见死不救。
这65岁阿的富人行伫曼哈顿中城街路，这查甫人向伊的腹肚砸落去，倒地了后头壳被踢几下。大楼内底有人看过过程，无人来斗相共。随去另外2个人出现伫镜头内底，也无救人的意思，佫将门关起来。That was bad enough, but then to see a security guard standing nearby and not intervening,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You've got to help your fellow New Yorker. And if you see someone being attacked, do whatever you can. Make noise, call out what's happening. 富人人受伤送去骨盆正气，目前情形稳定。警方表示，嫌犯攻击进前对富人人讲一寡反亚的话。台湾移民第2代导致纽约市长选举杨安迪伫布鲁克林附近走行程，也听讲这代志。An elderly Asian woman walking the streets of Hell's Kitchen could easily have been my mother, because that's where we live. 嫌犯杀人了后离开，警方公布影像展开调查。另外，纽约市警局受训犯罪部门也在找找另外一个拍人的嫌犯。27暗时伫地铁站一个矮的富人人，互人扇喙皮，不过伊无受到重大伤害，故做任何医疗协助。根据非营利组织停止受训亚太的调查报告，为自控制去年3月19到今年2月28，这组织接到3795件相关通报，因认为实际发生案件恐惊佫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伫墨西哥嘛传出有一个对萨尔瓦多过去的查某难民，互查某警察用脚头斧压制伫涂骹，造成伊颔棍断去死亡。这是引起民众不满，出来抗议。墨西哥的总统嘛出面谴责。36岁萨尔瓦多籍女子阿里亚萨，互人靠手铐压制伫涂骹，痛苦叫出声，用脚头斧将全身的重量跌伫伊身上，女警拢无要插伊，无偌久就限制昏迷。警方无叫救护车，是将伊扛去警车后边。这事件顶礼拜六发生伫墨西哥加勒比海都市图伦，随后检方验尸证实，阿里亚萨是因为颔仔棍两骨断去死亡。过程亲像美国非洲的查甫人，弗洛伊德案件翻版，影片出来，图伦墨西哥市拢民众走上街路示威抗议。Ella sale huyendo de la violencia de su país, El Salvador, para venir a ser asesinada a México, donde se supone estaba buscando un mejor futuro para ella y para sus hijas. 报道指出，阿里亚萨带2个查某囝已经伫墨西哥5年，3年前摕到难民身份，搁伫当地旅馆工作。伊死亡消息传回故乡，妈妈甲亲友拢真生气。Yo pido justicia para mi hija.Porque realmente no veo yo una causa justificada. 墨西哥总统在发生这不幸的代志了后，表示无用武力，要搁对执法过当的警方严格处罚。Fue brutalmente tratada y asesinada. Es un hecho que nos llena de pena, de dolor y de vergüenza.目前墨西哥检方已经朝向谋杀案展开调查，掠当时在场的3男1女4个警员侦讯。萨尔瓦多总统也表示关心，要求墨西哥依法专人侦办，同时承诺会照顾死者查某囝。伫这事件引起关心的同时，弗洛伊德案件也伫美国开庭审理。涉嫌的白人警官肖文面临谋杀甲过失杀人这罪名，相关可能要关40年。公司新闻将会面辩解。法国第2大药厂施维亚一款已经停产的减肥药啊，伫2009年回收进前，有造成2000多人加过人死亡。官司已经拍真侪档啊，法院是判药厂过失杀人罪名成立，罚270万欧元，大约是新台币9000万。严格受害者认为判伤轻。就是这水蓝色包装的减肥药丸美丽拓害人。报道指出，美国施维亚药厂1976年推出这个药物的时阵，主要是予有过重问题糖尿病患者使用，后来被当作压制食欲的减肥药啊。伫1999年，法国传出第下，这美丽拓引起心脏疾病个案了后，美国、意大利甲西班牙拢禁用。不过法国一直到10年后才将药品落架，总共伫市场行销33年，食人有500人。法国卫生部证实，伫法国至少500人因为食这个药啊，心脏瓣膜受损死亡。专家指出，实际死亡人数有2100人。
这官司拍真侪年，巴黎法院礼拜二总算做出判决，因为施维亚有清明知影这药有风险真侪年，煞误导消费者。裁定施维亚加重诈欺罪、过失杀人罪甲过失伤害罪成立，处270万欧元，差不多新台币9000多万的罚款。施维亚前总经理赛塔被判缓刑4年，不过当事长施维亚已经伫2014年过身。法国药品监管局也因为因伫天向美利托严重失职，被判过失杀人罪甲过失伤害罪成立，要付30万3千欧元的罚款。不过原告方面并无愿意。Je considère que c'est un jugement équilibré, qui n'apportera pas satisfaction à toutes les victimes, j'en ai bien conscience, mais c'est déjà une première victoire. 上早表出这中台医药建设台戏病专家也认为判伤轻。Ce que je ressens aussi, et c'était un peu annoncé, c'est une frustration face quand même à la modicité des peines voilà, qui ont été prononcées et qui montrent qu'il y a une difficulté dans le droit pénal, je pense, à punir correctement les délits de ce type-là et qui relèvent de la délinquance à col blanc. 伫刑事判决进前，这几年施维亚已经甲真济受害者和解，和解金将近2亿欧元。目前，依然有6500原告对施维亚提起诉讼，包含法国健保基金，总共要求赔偿10亿欧元。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有线电视52台空伫遐已经4个月。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头段2点有开记者会，宣布通过15间有线电视系统业者的申请，甲条件通过华视新闻资讯台会当放伫52台，上紧2礼拜后观众就会使看到。来听一波 NCC 上新的说明。华视今天就是它在既有的营运的计划的基础上面，它有做了一些的承诺，包括它对那个财务的部分、智力内控的部分啊，怎么来做人力的增加的部分，它已经承诺了啊。当然，我们就是委员会是基于这样的审酌考量。NCC 经过每2个月审查，今仔日第2摆排案审查这个案，通过15间系统业者申请甲华视新闻资讯台放伫52台。即马全台湾大约是124万人会当伫52台收看到华视新闻资讯台，市占率大约是25%。那华视嘛爱伫3档内加1倍员工。镜头来去新竹科学园区内底台积电再起传出火灾，有一个包厢的员工送上病院，目前清醒无大碍。伫新竹科学园区台积电晶圆12B厂再起传出火灾，台积电是表示电在厂房内底的变电站小道，消防人员赶到位的时，敢若看到白烟，并无看到大火。因为有启动自用化碳灭火系统，造成一个包厢的员工受伤者自用化碳送上病院，目前意识清醒，先带病院观察看卖。来关心调查局去年甲6.5公斤的毒品物价全部拢拍无去，即马嘛查出讲那亲像是来成通外鬼，怀疑是调查局内底一个姓齐的组长甲卖毒的人斗空，伫因兜有超出5000万的现金，还佫几若10支高级手表啊，还佫有名牌包，怀疑这拢是不法所得。即个姓齐的组长甲伊的看手，昨昏拢互收押。调查局去年逼出航机站查毒品的人员，甲查扣6公斤半的安非他命毒品拍无去，几个承办的调查人员去互调查，或者是降级甲调职。检方怀疑调查局内底有内鬼。经过4个月的清查，案件有新的进展。二九搁去航机站姓齐的前机动组长因兜搜查，而且甲4个人带登去约谈，并扣押与收入显不相当之相关账户、现金及名牌包、名表、汽车等物，同时传唤徐姓调查官夫妻等4人到案说明。伫因徛家，毋但发现高级车、高级的表啊等等，检方阁发现这个姓齐的前机动组长，真侪年来金流超过1000多万，查扣口座内底的资金甲现金，嘛甲伊申报的收入无符合，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姓齐的前机动组长因翁仔某2个人有核准。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之一的财产来源不明罪责，犯罪嫌重大。且被告与证人的证述供词不一，鲜有串证之余，应予收押禁见。
为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相关细节不便透露。这个案件发生在去年，航基站查到一件毒品案，一个负责甲安徽太平毒品送去检验的调查官，讲伫个路认无细致，甲这个证物拍无去，想袂到航基站想要私底下找倒转来，煞拖一年拢找无，一直到督察处展开约谈，代志才逼出来。即马检方佫一改发动搜查，嘛要查清楚讲，这个姓市的前机动组长，敢是有牵连到这件毒品案。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东区一间托婴中心，去年12月底才开幕，却互家长指控讲，因请无别人来照顾，而且受超额，佮对照顾的囡仔真粗鲁，还有囡仔受伤。台南市的社会局去了解，发现真正有欠点。目前这间托婴中心已经先停止收幼囡仔。上面顶面幼儿的头部一大片乌青，互人看了真唔甘。而另外一位幼儿是伫只脚的大指头仔嘛受伤，这两位幼儿并不是同一个家庭，但是家长是控诉台南东区一间托婴中心，有囡仔受伤，却拢无第一时间通知。台南市社会局是介入调查当中。然后他就是跌得还蛮严重的，可是当下就是园长就觉得隐瞒啊，然后他也没有马上通知我们，然后也没有帮给他送。全国性的这个连锁的机构，那居然没有一个处理小朋友各种事件的这个 SOP， 然后非常的混乱的一个部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也没办法接受的部分。那如果后续我们把事情厘清，如果是真的有违反《儿少权法》第49条相关的规定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开罚，那会处6万到60万元的罚款。医师照顾不当之外，社会局调查的时阵，竟发现现场负责照顾幼儿的托育人员，并无向社会局办理核备，因此嘛要求园方限期改善。目前托婴中心嘛停收当中，而业者是承认有做不好的所在。我们刚好我们的人员也卡得比较紧一点，其实教保员的确是可以在托婴这边就是照顾孩子，但我们可能没有在这个系统上做一个编列，那这也是我们的疏失。台南社会局是表示，业者限期改善的期间，嘛要求这间托婴中心要处理好退钱的问题，后续嘛会针对幼儿的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必要的时阵将会媒合心理咨商来辅导。记者郑云南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航空城丁修浩，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拢要出来抗议，因是指控桃园市政府违法失职。基面是表示，介绍着讲袂平，签约赶紧，补偿嘛无够，所以因无愿意负责来起厝。时代优惠，无烂罪位，无烂罪位。手举票语，头壳白布条啊！航空社丁修浩31去航空社服务中心抗议，因控诉桃园市政府违法失职，讲市府推出10大优惠，不过这丁修浩大部分是看有食无，补偿的金额无够，这居民都要负责中间。协议架构应该是双方面，可是没有啊，这只是告知而已。那我们家他的查估只有190万，190万怎么盖一个房子？我们家透天房，合法的。我们不想要负债重建，因为他补偿给我们的金额，让我们没有办法盖回我们原来的家。10大优惠的部分是针对某些族群，而且那些10大优惠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拿得到。另外，丁修浩不满市府办理航空城第1期特定区区段征收土地改良物协议介绍签约，因认为着还未收到上尾评估的结果，就要先签约。也若市府表示，因为4月份爱甲内政部报告征收的计划，主要是要确认民众敢有同意用协议的介绍甲土地卖给政府。有复估的部分呢，我们也会会同民众跟公共局到现场去复估，那到最后呢，会以复估的结果，而且是经过双方确定的金额来做补偿，对民众的权益不会有损害的。如果再加计10大优惠措施，我们整个市政府的补偿可以从430亿调高为660亿，市政府无非就是希望给予民众最大的保障。市府表示，原底105年地上物拆迁补偿是10.1，后来几啊届针对营建物价指数重新调整到目前的12.2。到目前为止，针对评估的结果分析，平均一坪拆迁补偿是95000块至102000块。另外，非合法的建物会加发安置中间的补助费。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2礼拜，真侪死者拢在陪墓，严格新竹有民众去陪墓的时，发现老祖公的墓互插一支要珍收的牌啊，而且插伫人的墓头，佮插几片，引起民众不满。原本要来陪墓，却看到祖先的墓顶悬扣人钉起啦，写征收过失，民众无法度接受，而且毋是干那一部分尔，对阮厝看过去，
规批的墓地，每一座墓仔顶悬拢烧香，感觉蛮不好的，没有尊重当地人的一个风土民情的问题。那这边属于比较保守的地方，所以大家会忌讳这样子的事情插在自己家里的墓地上面，这观感相当不好。说明会的时候，都强烈的跟科管局表达，不得把我们任何的告示牌以及我们的标示钉在我们的墓碑以及我们的坟墓的范围内，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官员讲，无论大家是不是同意征收，因为风俗甲地理的关系，拢袂使伫人的祖墓顶悬钉任何物件。特色讲卖去迷信，这款的做法，也是会让人心里真不安。民众就有疑虑，那这样子会影响他们家里的这一个运势，以及他们家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经过了解发现，原来这是新竹科学区按说要征收的用地。最近在委托外包商处理，发生这款代志，科学区感觉真歹势，已经通知厂商量早改善，换另外一款袂去影响到大家方式来通知。记者赵君豪，新竹报道。镜头来金门，金门县议会昨昏3读通过金门县今年度总预算案，因为一时就抬调要花20亿，大约占总预算的1/6。这是引起部分的议员也个县长的不满，讲无法度接受，嘛讲县政的推动会大受阻碍。那我们就通过哈。金门县议会议长王文典宣布110年度金门县预算案3读通过，总共删减冻结将近20亿，差不多金门县整体预算的1/6，也引起真侪位金门县议员不满，认为议事过程有严重问题，根本是强行通过。聘请的人员的话，如果这样冻结的话，那后续行政部门如何来推动宪政？那后续这些人的薪水，都没有着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是站在乡亲的立场的话，我是严正的抗议。金门县长杨定娥听到这消息也无法度接受，认为安尼会互县政推展歹做，尤其观光甲金酒是金门上重要的。不过煞减少真济。通过的这一个总预算案的审查，删除跟冻结的将近20亿总预算将近20亿，其中有5亿是删除，有15亿是冻结，将近整个金门县整体预算的1/6左右。这对整体县政以及金门乡亲的权益福祉影响非常的大。预算砍真济，金门县政府表示会找出一切可能管道救济，不过因为后续程序真复杂，时间过长，会造成部分业务或者是工程计划无法度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花莲。花莲专门在收养流浪动物的收养中心，最近因为老兽医要退休要请新的兽医，却因为县府编的薪水伤低一直拢请无。爱心志工即马是真烦恼，上百只猫仔狗唔知要安怎。也是花莲县政府拄完工的鸟狗活动园区，县长市政会当日实采硬体设施甲动线，即栋开1.3亿的豪华收容中心验收了后，将要伫5、6月开始收容流浪动物，也可能面临无兽医的困境。那因为现在松所的兽医就是他已经有届龄退休这个问题嘛我们所里面的因应作为的话，就是会将我们所里面有兽医资格的同仁，就是会调派到收容所那边实际起也咧营运的旧收容所，面对请袂到兽医，工作人员拢无愿意提供。也不过爱心志工私底下非常烦恼，那公布兽医未来鸟狗有上评估安定方式，他们就推脱什么县政府什么经费啦，然后什么人很难请啦。可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理由，因为他们预定6月份要移到新的收容所，没有住所兽医，他们连100只都没有办法收容。县府表示，按照规定，100只动物爱配一个兽医，所以新起好的活动园区要收容350只流浪动物，爱配第4位兽医。请袂到人主要是薪水的问题。一个正常兽医师他在外面收入跟直接来到我们这样的跃动园区的收入可能会有差异。我要进一步来跟议会争取预算。目前花莲兽医的薪水大约伫3万6以上，甚至较悬。甲县府付的3万通有一段距离，加上地点远，交通无方便，动保志工认为要请到愿意前往服务的兽医，恐惊无遐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用来收奶子草馅菇2片的预算已经用甲大地紧绷不过今年奶子灵应的花是开甲真好，佮拄着可旱，互奶子草馅菇有真好的成长环境。
即摆着学者呼吁民众，毋通因为无补助啊，就暂停荒地作业，袂使当。路边凊彩一段树尾，就会当找到20位草hen牛仔生卵的所在。即马当是耐枝林景开花的时间，佮加上无落雨，介适合草hen牛仔生炭。那在这个比较干燥，又是面临到温度比较高的条件下，这个荔枝春象的族群变成遇到一个很理想生长发育跟繁殖的气候条件。嘉义县耐枝林景建造面积大约1600公顷左右，其中1400公顷已经有透过化学防治除药啊，另外嘛有使用生物防治甲收购软片，但是今年的数量确实比去年更较多。今年荔枝春象软片的收购数量，从2月22到3月15号，已经收了57万片了，所以是增加了现在3倍以上。所以今年荔枝春象的那个危害情形其实是有更严重。农民表示，路边一寡林景树因为无除药啊，炭了规丛拢是，即马补助阁取消，惊到无人会主动去防治。看多多无，即马种百姓大家有无都有委办的啊，啊种厝里遐有到地遐看，当政府看有多多，都摕经费看落来收遮无。学者甲政府单位嘛呼吁，草hen牛仔毋若是农业的病虫害，若是拖入去社区，嘛会造成真侪问题。希望民众莫因为无补助就暂停草hen牛仔的防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少子化已经真做是国安危机，屏东的人口流失甲真严重，而且囡仔生少，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学校的招生。全屏东去年有6间国校啊，也是分校停办，今年也阁有2间在评估。下课时间，空旷校园甲运动场，敢若2、3个、3、4个囡仔做伙咧耍。高手泰山国小全校79个学生，其实有13人是去年对附近的南华国小转来的，因为因原本的学校已经停办。109年就剩5300几个嘛，减少差不多365个嘛。就减少有18班啦，对103年到113年，差10年的时间，咱就会减少2000几。因为少子化冲击，去年伫屏东，包括南华国小在内，有6间国小分校停办。今年当咧评估另外2间国小，囡仔愈来愈少。目前全屏东164间学校，有54间学生人数较无100人。囡仔若是用少迄阵吼，对这款学习是足不利的啦。咱为着要互囡仔更加较好的教育有无？迄囡仔你若介一伴，介一迄个朋友有无？介一学习的迄个做伙当分组啊，迄是种足快乐的代志。毋但愈来愈侪学校招无学生，嘛愈来愈侪厝无人住。这边吗？就是这边。戴妈妈她也是走了嘛，然后她儿子也在逃离，这都变成冲突了。这是屏东市兴乐里附近有2间百货公司，是屏东市闹热的2林区。不过，行入巷仔内，煞真侪空厝，亲像里内的平鲁新村，原底有50户，即马敢若剩4户，嘛拢是老人。这的林长已经90岁。迄天邱老师讲伊伤老啊，无法度做林长啊，我讲。邱老师啊，你上有气的，你唔做林长啊，怎样做？对啊。吴专家讲，伊做里长26冬，里内人口对1600人降到剩800人。厝吼愈来愈老化，啊，即马有的少年囡仔伊就无爱大，吼，啊，种剩这老的住伫这阮里内，吼，啊，所以人口数来讲呢，阮就愈来愈少，啊，你就感觉讲，这个所在吼，变成讲无一寡迄个新生儿了，对吧？今年7月，兴乐里甲附近2个里要合并，规个屏东市原本79个里要减到59里。屏东人口若是降到80万以下，刷得来人议员人数嘛爱减。蛮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原来的席次是那么多，然后突然要调10几席。如果说依照选委会他们的估算呐，估算可能要调10席以上，那相对的以后的选举，地方的选举就非常的激烈了。各地偏乡人口消失的问题有偌严重，大都市的人真恶想象，废校甚至是废里废村，
拢有可能会发生。记者陈嘉文来为做屏东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配合108考纲，大学考试嘛对的改变。教育部长潘文忠会再去立法院，伫教育委员会做专案报告。伊讲，教育部规划甲学测2天改3天，申请入学是延到5、6月啊才进行。若指定考试会改做分科测验，时间会对3天减做2天。若日子会改到7月下旬。大学个人申请第一阶段提选的结果出来啊！今年有85422个人报名，有68682个人通过提选，通过比率是80.4%，创下3年来新低。这考生若通过第2阶段的面试或者是笔试，5月中至5月底，就会当知影敢有录取。不过明年111学年度考试招生新制度，个人的申请是规划伫咧高中3年级课程结束了后才开始办理。国民党立委林奕华质疑讲，安尼敢会互学生更较大的压力。不太能够说先把分科测验就放着不管，好，可是我觉得，所以我会觉得对学生的压力来说会非常大。原来那个时程他都还是要准备的，如果他有打算要一一的考试都试试看，他其实状态都一样。教育部表示，111学年度大学考试招生的日期会延后1个月，学测为2天改做3天，也就是1月21到23，拢总考3天。申请1学延到5月份至6月份。分科测验是为3天减做2天，也就是7月24到25来举行。若若分发1学，上班8月25进前会公告分发的结果，按算这学期的定案来公布。另外，为明年开始，个人申请第2阶段，都要看学习的档案。民众党立委高虹安讲，其中的多元表现这项，若是学校开的课无够，恐惊会影响到学生学习档案呈现的成果。他如果没有办法选到微课程，他在学习历程里的多元表现会变成是好像他自己的表现不符合，历程不够丰富亮眼，不符合他的志趣，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学生不够主动积极。潘文忠一再强调讲，考大学是要看内容，不是看数量。学生甲家长唔免想过头烦恼。不过立委要是要求教育部，就要赶紧清点各级学校开选修课的情形，而且提供资源，降低因为城市甲增加资源的争差，造成学习效果的差别。记者综合报道。儿童节特别到位啊！国健署发布上新的数字，儿童癌症是18岁以下囡仔第4大死因，上侪是白血病占3成，听落真惊人。不过其实家长若是会使加一分警觉，就会使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若大人可能会得到癌症，儿童甲青少年嘛有可能。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癌症是18岁以下囡仔甲青少年10大死亡原因内底排第4个。107年上新的数据显示，儿童5大癌症发生的人数，上侪是血癌，过来是淋巴瘤，先是细胞瘤，中枢神经瘤，还有其他的上皮瘤。不过其实甲大人来比，儿童癌症治疗复原的比率是较高。相较于我们成人的5年这个全癌症的5年存活率的6成，它是高达8成。因为儿童的这个生命力很强盛哈，还有他的细胞再生的能力很好，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哈，那个家长哈或者照顾者可以透过身体的接触，早期的发现孩子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症状。因为囡仔的表达能力也无遐好，要发现癌症，上重要的也是要靠家长或者是照顾者有够明测。儿童癌症的专家林东灿提醒，囡仔若不明原因发烧超过1礼拜，淋巴肿起来或者是会痛，甚至是出现乌青或者是红色出血点等等，拢应该赶紧请医生详细来诊断。就是他小朋友本来3、4岁哈，他本来玩啊，筷子拿好好的，最近常常会掉，他就来了，真的有脑瘤。那甚至有的也是洗澡的时候，肚子有东西哦，来找，还真的是有哦。对，现在的期数大概都比过去我们的年代好。林东灿嘛强调讲，儿童癌症不是绝症，整体5年的存活率差不多是8成。另外，囡仔对化学治疗的耐受力嘛比大人较好，所以家长若加一份观察或者是评估，就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长期辅导青少年的刘老师基金会，针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药物使用态度有做调查，发现伫高中1年到2年上界需要朋友伴，若是感觉孤单，佮去吸着毒品，自杀的比率嘛也高。
想要运动，煞无人来相招，想要伫咧网络顶拍电动嘛是同款的情形，这互青少年是感觉真稀微。这是长期辅导青少年的张老师基金会，最近这几年真正拄到个案的情形，因为安尼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人际关系，也有使用药的态度来做调查，发现这3项有正相关的关系。就是不管今天照顾者是父母亲还是祖父母，关系越好，他的心理就越更健康，他的人际压力就越低，他的孤寂感就会低，他使用那个物质的态度就更正确。我常常说宅男宅女很多，那你都不出去跟人家接触啊，你变成活在一个虚拟的个人的世界里面，他当然跟人际之间没有互动，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孤寂感。根据调查发现，在人际关系方面，每8个青少年都有1个人感觉孤单，尤其在高中1年甲2年，对人际关系需求上大，孤单的感觉嘛上大，而且这种孤单的感觉若伤强烈，青少年就可能受到毒品的影响，自杀的比率嘛也悬。因为我们现在政府的钱都用在那个抓到毒贩2级、3级或者不同的使用不同的药品里头的一些保护管束、治疗，其实我们好多经费都用在这。那我们前端的预防其实更重要。专家学者呼吁，父母的关心陪伴、好的人际互动、有固定的休闲活动，是维持身心健康的撇步。长期关注青少年的监委叶大华强调讲，监察院已经注意到青少年自杀的比率有夜悬等等的问题，当地进行相关的调查，提醒相关单位都要较要义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国际科技大厂 IBM、Google 拢去投入量子科技的研发，在台湾嘛有成功大学研究团队上新的研究，是甲石墨烯转做有量子特性的电子元件。量子电脑甲传统电脑来比，运算力是更较强，对治安、金融甲国防等等的领域有重要影响性。因为安尼，世界各国甲科技大厂小连续投入研发，凸显量子科技是一片新的蓝海，有发展性。台湾嘛输人毋输阵，成大发表上新的研究，互单纯石墨烯的这个材料，加做有量子特性的电子元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电子零件，其实已经在考虑用石墨烯这类的2维材料。来想办法把电晶体的想办法把它 push 到更小，然后我们就去改变原子之间的一些相对距离，然后让这个材料的性质或这个物体的性质完全改变，那也因此引发出一些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一些物理现象。利用半导体时刻技术来调控原子排列，就亲像是咧排查角个共款，而且毋那甲材料相差尔，抑阁因为角度甲结构无共款，有春秋或者是变形，来改变这个材料的物理特性。一般的量子技术应该是透过结合不同的材料组合在一起，然后去设计，比如说记忆体或是其他东西。本来需要加磁场，但是现在不用加磁场就可以设计的电子路径。那这样其实是很大的突破。我们可以利用折叠的设计去设计新的物理效应，然后拿来看对未来的科技有没有什么推进。相关的研究跳出传统观念的束缚，未来5万个当运用伫咧晶片的整流，也有全新形态量子电子元件研发。最近这几年，全球量子科技研究真发展。台湾科技部甲中研院等等的下部会，伫2020年组量子国家队，支持学研单位加入，期待未来伫量子科技的研究领域，会当甲国际来接接。记者综合报道。春天到位啊，樱花拢开花啊，也毋过因为提早开花，原因是出自全球暖化。伫东京的首映景点木黑川出现人潮。往年有真侪人爱伫樱花季举办传统的野餐活动，日本政府因应疫情，一直呼吁大家避免。也毋过真侪人旧年无去，今年想要好好把握。去年が緊急事態宣言で来れなかったので、今年は来たいなと思って。高校時代とか入学式はまだ桜咲いてるなっていう印象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このまま行くと。科学家认为，日本樱花开得早，甲气候暖化有关系。京都的樱花往年拢爱伫4月才会开满，也毋过今年出现伫2月，写落1200年来上早开花纪录。顶一摆遮尔早出现樱花季全面大开，会当追溯到西元812年。根据日本气象厅自1953年以来记录，今年比30年前的平均纪录提早10天。伫其他10外城市中也有类似记录。另外，韩国因为疫情无等好，真侪赏樱圣地甲活动拢暂停。也毋过民众拢注意到樱花开的时间比往年早。根据韩国气象厅资料，
首尔烟火历史的大开，也是1922年以来上早开火一摆。气象厅表示，这是因为今年2到3月平均气温比往年悬，日照时间也长。伫美国，花火烟火也提早几啊天开火，国家公园局关掉雕塑湖的附近路段，禁止车辆通行。也毋过民众游玩想要出外行行，国家公园管理局礼拜就宣布，雕塑湖的烟火已经大开70%。这比当初预测也早几啊天，主要是顶礼拜气温高过以往平均的温度，这款的温度也比过去100年来的平均温度早1礼拜发生。往年大约是伫4月初4。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下半部天气，咱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中部温度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温度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将军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